后来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新冠病毒的疫苗，世界各国拢抢要注文，台湾嘛早就向国际疫苗相关的组织 COVAX 来签约，希望会当分派到疫苗。疫情指挥中心是乐观咧看待，讲若是顺利，明年的第一季就会当买到疫苗。也毋过，国内医师认为，应该就要有多方面平台的沟通，来争取到疫苗。敢若靠这个 COVAX 的风险伤悬咯。专人想说可以倒，当然有这个可能性，我们大家有可能性，有这个可能性，但是只有200-300剂，是不是？没有这200-300剂，这样我们谈判不会用200-300。所以，新冠疫苗到底什么时阵会当摕到，会当摕偌济剂量？但是中无讲详细。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讲，上紧明年第一季会当向 COVAX 买到即马研发上紧的 BNT 新冠疫苗。不过专家认为，敢若靠 COVAX 是危险。其实你要依靠 COVAX 本身就是有风险嘛。如果要比较有把握买疫苗的话呢，你要直接跟德国厂去下订单。辉瑞的他说不定是先供应美国，什么时候他要给COVAX 这是一个问题啊。COVAX 是不是会？给我们能够说几率蛮高的，因为RNA疫苗需要冷冻，一般经济比较不好的国家，他没有办法做冷冻设备，就没有办法用这种疫苗。事实上 ，COVAX 会依照人口数公平落去分，也就是讲，以全世界70亿个人来讲，台湾2300万人，超占全世界100%到300%。假使讲以一剂疫苗来估算，台湾头一批会当摕到33到50万剂疫苗，每一个拢伫咧抢新冠疫苗，台湾嘛赶紧生产，希望政府除了 COVAX 平台，嘛要想更较侪办法替台湾争取疫苗。